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新闻要来关心的就是这场意外的消息。分推车豆豆升起来，陆续甲火场内底吊伫楼顶的民众协助疏散到1楼。会少民众想到火灾发生当时，意外感觉真惊。就是也是都是烟啊，对。所以您是住第几楼啊？13楼。整个晚上都等待救援。对。都在阳台吗？这火灾发生伫新竹东区资份路上的大楼，2楼暗时10点外，警卫甲自火发生变电箱导火啊，提拍火器到3工要拍火。消防队员也来到现场，由水管到地下1楼，对这个管道经电力线架来拍火。不过，这火灾造成排烟设备无法运作，真侪自火闻到高烟甲臭火大味，就惊有民众掉伫内底。有2名消防队员伫协助疏散时不幸来殉职。听到无线电的一个 Mayday 的一个求救，那我们在背景的一个无线电的一个背景音，同时也听到我们的一个气瓶的一个警笛声响起。同仁的面罩上面，他们擦也擦不掉，然后完全没办法做判断方向的一个逃生的方向。2个殉职消防员的衫裤面罩拢互烟熏甲乌麻麻。新竹消防局长研判，2个殉职同仁可能因为空间未适甲高烟，加上气管空气用尽，最后2个人敢若因为挡袂牢，甲面罩拆掉。花园殉职消防员的救援时程，因伫2日暗时11点50分进行搜救任务。伫0点15分发出美地信号，到0点25分2人失去联络。0点30分派员搜救消防员，挖1点发现2个人倒伫2楼到3楼的楼梯间进行 CPR 急救。1点10分将2个人送病院，不过2个人最后也是宣告急救无效，不幸来殉职。2位我们的殉职同仁跟他转达，你们已经结束了。放下一切国爱，要安置在我们的忠烈祠，这个我们会全力来协助。27早起，火调科重回现场来调查，检察官针对2位殉职消防员也完成相验，初步研判死因是数日高烟造成一氧化碳中毒，造成无气、呼吸性休克死亡，当时请监视人员收证，查明是毋是有刑事责任。另外，大楼总共有351人，用14点钟完成全数疏散。新竹社会需要派同仁协助有需要自火安置大地旅馆。记者综合报道。这场发生伫新竹市的大火是造成2个消防人员死亡。昨下晡家属是转去到这个消防队，也有事发地点来交魂，场面是真悲伤。新竹市长高虹安昨暗有写批，予新竹市的消防人员表示，除了会全力来协助后事，也会甲2个人以分队长的名义来劝入去中烈士。起来2位殉职消防员的引魂车队经过消防队头前，所有救护车甲消防车拢向警声喇叭，大家排队敬礼，甲殉职的兄弟送行。永在之时，任务结束。新竹市晴空会大楼一场大火，造成金山分队员李永珍、周立兴2个人殉职。家属伫27下楼膜拜会，等到会场引魂，场面悲痛肃穆。新竹市长高虹安伫27暗写批予消防同仁，讲将会经时间为2位兄弟办联合公祭，了后分别烈士高雄甲苗栗的中烈士，也会争取总统颁保养令，队长分队长全力协助处理后事。先了解说整个火警发生的原因之后，也会再跟各位来做一个外界做一个报告。那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协助我们的同仁跟家属，将这个相关的事宜来把它完成。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是尽力的来协助。高虹安也估记去年8月，李永珍伫救护车顶替有心的妇女接生，也搁特别安排表扬，就伫心常常执行紧急救护勤务，救回真侪心脏病发作的市民的性命。家属扣加目眶红。伫最近5年来，全台湾已经有11位消防员殉职，所以即马大家也伫咧讨论，要安怎更加全面的保障消防人员的安全甲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另外这场意外是昨买阿嬷的时阵，有一台载杠杠的拖帮车，伊本底是要对国道10号高雄的路段落去交流道，结果煞哪像是因为转弯的时阵失去控制，所以规台车全安尼并车。加在这驾驶虽然讲是调伫车内，也毋过意识真清楚，无性命危险。27尾暗，
高雄市台中一路港顶中路口有一台拖板车路交未到时阵发生意外。附近的民众听到声音走过来看，看到一台拖板车并挡伫咧护栏顶，车顶在更讲也甲规涂骹，驾驶座规拢变形。变叫我叫啥物？我叫啥物？我做出来我。我就看到车安尼就对啊。啊，人紧就无，车头要扳就若扳袂过，后壁伤重个。后变过啊。 40岁驾驶调伫咧驾驶座，一个知影人，点过被压掉的袂振动，经小型器材破坏车体，甲人救出来。接手。经过调查，这台拖板车车顶载满着钢棒，驶伫国道10号路高流道弯路的时阵失去控制并车。应该是速度快了，然后它就产生整个拖板车翻覆，然后人就在里面被夹住。车祸发生迄当阵，拄好是车座的时阵，好佳在无去伤着其他的人甲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黄酸雨方面，也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拢正高落雨，北台湾嘛会变较凉。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拢有可能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是西部，也有东北部地区，这雨会落较大。气象署早起嘛，针对嘉南到屏东，也有平湖，拢总17个县市来发布大雨特报。下半晡开始，对北到南这雨势就会较短和。另外，气温的部分，今仔日北台湾是会较凉，日时大概是23到25度，也若暗时是会降到21到22度。其他所在这上热。要是有30度，暗时才会降到23到25度。另外，今年这第一粒风台艾维尼已经正做是中度风台，预计是袂直接影响到台湾。也毋过，有关是爱提醒乡亲，就爱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这嘉义县是咱台湾市金目鱸鱼上大的产地，主要是伫咧东石，也有义德这个沿海的地区。最近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所以造成这鱼温水质无介稳定。顶一阵这放的鱼仔拢总有喂到这个病毒，所以检验站是提醒渔民要爱注意鱼温的水质，加这个鱼仔的密度，管理好势，就会当控制疫情。水产动物疾病检验站的医生检验渔民送来鱼仔甲水质，即阵嘉义县市金目路的渔民，拢拄着鱼仔去感染病毒的代志。渔民讲上严重，一天就400外尾。百几尾安尼，100几尾死去安尼，一骨100几尾死去。去年无较无这个问题啦，今年这个问题较严重。对啊，这是什么原因吗？应该是红彩病毒，或是气候影响。啊，拄好拄着咱所谓南风北风吼，安尼。咧行造成咱的气压较无稳定，啊环境拄好啊，适合即个病毒的生长，啊所以造成传染的是会较严重小可。嘉义县义德布袋甲东石是台湾市金目路上侪的所在。为4月开始，水产动物疾病检验站就拢有渔民送鱼仔来检查。医生讲，因为4月到6月的天气，本来就鱼仔较会着病，只是今年天气搁较歹，所以才有鱼病疫情感觉会真严重。这段时间拄好是咱鱸鱼放仔仔的时间点，啊，所以渔民咧放鱼仔的时阵，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加上因为天气足久无雨水啊，所以引起到伊的阿莫尼亚硝酸拢有较牙悬，甚至困得较歹，被困较侪的状况。渔民讲，去年金目路的绩效袂歹，和今年饲的量有增加。水产医生表示，即阵放的仔仔若是无健康，嘛是会来破病。有着病窟仔，也是爱甲水质控制好势，互鱼仔豆豆恢复健康，才是阻挡鱼病传染上好的办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另外来看，伫太平洋的国家巴布亚纽几内亚是发生严重的崩山，联合国估计已经有超过670人死亡。当地政府是认为讲，这活台的人数恐惊有超过2000人，而且这当地天气是无啥偌好，若准落雨，这灾情恐惊会搁较严重。扛车卡徛伫乐观梅中，冒着风险，也想要找到掉伫土石中的亲友。太平洋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北部恩加森的山区，历时发生山崩了后已经几夜天，东乡机区犹原无法度到灾区，渔民甲救援人员只当用山挑、低头，甚至用手也要拍拼都是希望会当找到生还者。Currently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a lot of survivors here, mothers, children, lactating mothers, and there's an elementary school that's buried, fully buried. Miket, I think, family plumi or staro ground.
Now sampai kan minukan kandim, planti. So mikat mi papa belum dilan ground mis tapi. Osem na jubla kami, elbi mia hamamat lo jubla. So mia lo kisi mal belum mis tapi jelon ground ya, mis tapi.文家省顶礼拜下山邦风行游戏会别性，土石掩埋范围达到3至4个脚球场大，和土石砍掉的厝超过150间。联合国评估，当地离单人数恐惊超过670人。巴纽政府的数字国家人指出，当地恐惊已经有超过2000人往外带，已经向国际社会正式讨求。不过澳洲已经答应赶紧提供协助。We are very anxious about the numbers around the death toll, which continue to rise. From the moment this occurred on Friday, we reached out to the Papua New Guinean government, offering our assistance in whatever we can do. 掩埋地区当日涉水，土石油源的活动加上灾区的天气状况无好，万一落大雨，恐惊会引起另外一件土石流。不过，搜救人员强调，除非居民要求，未暂停救援工作。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今仔日还阁发生啥物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台下日本人连访5月27宣布要出来选日本东京都的理事，要甲已经做备档的小池百合子相拼。这场选举有真侪人拢真关注。自由时报今年6月底，3G 的网络就要关起来，上过旧的手机啊，也有 SIM 卡，可能就无法度搁再敲电话啊。NCC 估计大概是有65万支门号会受到影响。联合报。行政院长杜英泰这个拜五要进行施政报告加总质询，朝野也伫今仔日继续新国会改革法案。国民党团昨下晡发动立委轮班去走议场，也那民进党团会继续用软性的诉求来代替暴力的抗争。另外，咱要来看这立法院审查国会职权的法案是引起真大的冲突。国民党立委就呼吁总统赖清德，就爱开国事会议来招朝野的党主席做伙来解决争议。也那这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伊是话讲，今仔日这议会一定要拼三读通过。也那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伊是强调讲，那准硬要三读，一定会来申请实现。民间团体嘛无排除要来联署。提起公民复决，做回来还债。我们当家的当总统，如果你没有控制这样子的事情，没有限制你的人的话，所有的立委还有议事人员都活在恐慌的日子。美国顶目屎流目屎地向总统赖清德发声，因为李氏甲联合立委林淑芬发生集体冲突，高欢去甲北京县要求林淑芬回室内，也毋过一直等待到27下昼，美国顶正式到北京提过。朝野已经3摆公控国会职权法案，那被拼2倍3读。联合党团总调郭建明话讲，先坐落来讲，也毋过民众党团表明唔接受无直播的朝野协商。我不会再走进那个办公室，走进那个没有直播的办公室，出来怎么样被造谣抹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有南亚立委呼吁赖总统召开国事会议，邀请那边党主席同齐解决争议。也毋过郭建明批评是转移焦点，佮表示法案三读一定申请实现。南亚党团总调鲍坤基强调，2倍一定拼三读，无被记者批评执政党号召民众在立法院外口抗争。我们在明天会全心全力的让国会改革法顺利的来三读。对于民进党所发动的群众运动，这是世界奇迹哈。国民党现在很会转移焦点，其实这很简单，韩国一句话就停下来了，大家遵守议事规则，照程序来就好了。行政院长杜英泰伫接见北美大常会时，话一顿，强调家己会继续努力，看立法院甲下党善意的回应，民众立备下党唔免搁集结。我希望两院之间能够平顺的互动互相的尊重。我现在更希望，我等一下还要努力看看，是不是明天我们的群众不用集结。立法立法院有计会阁引起表决大战，那三读通过，公民团体无排除联署提公民复决反制。另外，行政院监视会复议，行政院表示必要的时会适时应用。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大会 （WHO） 开会第一天，台湾的友邦就出面来辩论，要求互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也毋过最后又是互人阻挡。这卫福部长邱泰源就表示讲，会送出抗议的批信，继续来找找其他理念相同的国家，希望会当得到多数的支持。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开议第一天，台湾立会案件再一遍被动来。进前11个有世卫会员国家身份的台湾友邦，要求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提案日期停。被理事加沈文生做代表加中国辩论。Political pressures from China has unjustly excluded Taiwan from the WHO since 2017. This exclusion not only undermines global health, but also violates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ity and inclusivity that the WHO upholds. 中国加巴基斯坦再一遍替联合国2058号决议反驳台湾友邦国家的论点，坚持中国所讲的一中原则，指责台湾的执政党。经过双方来回辩论，世卫也是拒绝台湾立会提案。台湾当局鼓噪参与世卫大会，蓄意将卫生问题政治化。严重干扰大会的进程，完全是为了一己政治私利，而牺牲国际公共卫生利益。卫福部长邱泰源对结果表示遗憾，伊讲台湾感谢友邦协助提案，会向世卫递交抗议函，会努力寻求更加侪方式争取国际支持。今年来自理念同款国家的支持力量比往年较大，希望未来会当有突破的进展。诚挚的呼吁。WHO 应该要跳脱政治的框架，以必要性、包容性以及重要性的观点，正视并接纳台湾出席 WHO。台湾邦交国图瓦卢的卫生部长，伫迄天暗时参加民团的暗面时阵，表达对世卫决议的不满。伊强调，图瓦卢甲台湾有深厚的友谊，新冠疫情期间受到台湾的帮助，会继续支持台湾争取参加世卫大会。I'm disappointed But despit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along with our Taiwan allies to ensure that Taiwan is on the agenda for WHO. 外交部是讲，虽然伫今年1月，世卫执委会伫咧排定大会议程时阵，就请友邦协助排列提案，但是所得到的国际支持也阁无够。不过政府未放弃任何可能性，会甲理念相远的国家找更加适合的推案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以色列空袭拉法造成45个人死亡，这项行动是引起国际的谴责。总理纳坦雅胡伫5月27的时阵，承认讲这摆就是悲剧性的失误，军方会全面来调查。也毋过因有关是坚持伫完成目标进前，无打算要停战。以色列空袭拉法，造成一个安置巴勒斯坦难民的亚地布旁导会，死伤的情形真严重，大部分拢是妇人、囡仔甲老人，有3具尸体被烧甲规乌草搭入袂出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承认是技术上的错误。אנחנו חוקרים את המקרה, אנחנו נסיק את המסקנות, כי זו המדיניות שלנו. توقيت تنفيذ هذه المجازر خلال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إعلان تحد من قبل حكومة المجرم نتنياهو الصهيونازية لقرارات محكمة العدل الدولية. 国际社会包括以色列长期以来坚定的支持者，拢严厉谴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声明，攻击拉法的摧毁画面，让人看了就心碎。法国总统马克宏也伫 X 大文讲，这款行动要遂停止，尊重国际法，遂停火。德国外交部是发声明讲，拉法空袭造成的包括囡仔被烧做乌草带尸体画面，让人无法度忍受。欧盟对外事务高级代表普瑞尔指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接到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对伊所发出的逮捕令所做出的反犹太错误的指控，来达到家己的政治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讲，纳坦雅胡将会亲像希特勒顶人共款，让人纠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接受紧急治疗。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卡达航空有一台对杜哈飞去爱尔兰的波音787客机，伫中途撞到乱流线，向飞落架。这机顶的旅客也有机组人员，拢总有12个人受伤。
这只编号 QR017的波音787客机对大厦起飞了后，按照预定的路线，经由伊拉克土耳其，所来经过欧洲飞往爱尔兰多毗林。不过，就伫飞过土耳其上空时，常常拄到乱流，就亲像进前新加坡航空班机相款，拄好是空服员分散餐点时间，机舱内底人行来行去，真侪乘客安全带放开，所以造成侪人受伤。But it was quite scary. The plane just seemed to go stop, which it didn't, but then dropped, quite a severe drop. And then, fortunately, the captain got it under control quite quickly. 班机最后是平安降落伫爱尔兰的多毗林，登来大厦行程小可受到延误。机场的运作是一切正常，对着连日来团出民航机拄到乱流，造成人员伤亡。有专家原因归因是气候变迁，引发小空气快速升悬，造成乱流。Turbulence is becoming more prevalent as climate changes, and a university's research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s shown that over the last 40 years, severe turbulence has increased by 55%, moderate turbulence by 37%, and slight turbulence or light turbulence by about 17%. 不过，科学家认为讲，这只是统计上的相关，不用算讲是直接的证据。At higher altitudes, where most aircraft are flying, you can have the jet stream causing winds to be very strong, and toward the edges of the jet stream, you can get very large shears. It's not unclear that climate change wouldn't have an effect, but it's just a hypothesis. It seems reasonable, but there's no proof of that yet. 另外，像是冷气团甲暖气团交界所在，也是类荷包的混层顶面，拢会产生乱流。还有就是喷射机后壁，包含引擎喷出来废气，甲机室尖尖的所在，拢有程度不定的乱流。所以讲，各大机场的航管塔台，拢会严格来要求每一个航班，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拢必须爱隔几分钟以上。国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款的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立陶宛在2022年通过修法，禁止境内有永久居留权的罗西亚甲白俄罗斯人士提请。国防部长表示讲，这是为着要防止一寡人士颠覆组织，做出妨害立陶宛安全的代志。澳洲各地前几天才拄咧庆祝赖清德总统就职，也毋过煞有一寡议员伫咧活动结束了后，收到来自中国的警告。中国这项行动是互各界真倒弹。中日韩要举办领袖峰会进前，北韩通知日本会写一粒载卫星的火箭。虽然讲日本、韩国拢反对，也毋过北韩有关是伫咧昨暗射出这粒火箭，落尾是伫咧飞行的时阵发生爆炸，发射失败。好，咱要继续来关心的是中国、日本，也有南韩的领袖伫咧。美国联邦总局因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组团来台湾访问，因是总统赖清德伫就任了后头一个来访问的美国团体。这总统是真感谢美国用行动支持台湾，讲未来会继续深化台美的交流。也那这麦考尔伊也指出讲，这台湾得爱关注咱海上的战略，针对军事的进度，会要求行政部门赶紧交会。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甲总统赖清德一见面就热情来握手。众议员威尔森更加带来在美台湾人团体刊登伫美国报纸顶面的祝福就职公告，来诚侪礼物。因为这是赖总统上任甲中共结束围台军演了后，头一个美国国会跨党派访问团。我要再次感谢各位对台湾如此情深意重。未来新政府将秉持4个支持，并积极落实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持续加深合作。Let me first say, 我们爱台湾。We're here on behalf of Speaker Johnson to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on a bipartisan basis, supports Taiwan. 首相议长强生的指派使团来台麦考尔强调，任何协表拢袂阻止因到访，因为顶摆麦考尔来台了后，和中国宣布制裁，即摆出发进前也受到中方的警告。李因26来台湾即天，国防部也查到21架出强机、11架出强舰加4架海警船继续侵扰台湾，对强军的威胁。麦考尔讲，台湾更加应该关注海上战略，并且讲到美国对台军售团演的情形。We are moving forward on those weapon systems. I'd like to see them faster, and I think the $4 billion, in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is a huge investment, but a sign of showing of support to Taiwan.
迈克尔讲会继续向行政部门要求赶紧来交付。人民问到讲台湾是不是可能纳入亲像四方安全对话跨定组织时，伊讲美台合作上，以往有一寡中国红线袂使翻过，美方这阵小的任务是确保有较为威吓力，避免战争发生。American resolve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nd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United States is fully and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deterrence, to supporting Taiwan militarily, diploma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众议员巴尔是讲，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安怎，拢未改变美方支持台湾的决心。这摆访问团一行5人会伫台湾点4天，就台美关系甲科学经济这议题，甲相关的部会团体来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在地消息，在新竹市大楼发生火灾，造成2个消防人员过往。消防队是表示讲，这大火甲乌烟是会对楼梯也佮有管线冲起到楼顶，而且这电力系统若是因为火灾失去功能，消防队员就干会当用白的去救人。所以呼吁民众若是碰到这乌烟甲火势，上好就是将门关起来，这门旁也要甲踢起来，秘伫安全的所在等人来救。小心，在哪个地方？火灾现场拢是乌烟，未少大楼住户虽然望到碎片，有关是风杂甲一直扫。向公道声，这是新竹朱分路的大楼火警住户翕到惊险的逃生过程。去现场救灾的新竹消防局表示，这件火警主体有28楼，一旦发生火警，较会形成延宕效应。我们在火灾的时候呢，都会去断电，或者是说，因为火灾之后，它会把那个电力系统烧断。好，那这个部分就会造成我们那个救难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救难人员就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徒步去到我们在救者受困的楼层，产生的那一些浓烟啊、废烟等等，也很容易会循着我们的管道间来去到我们比较高的楼层。目前国内规定，16层以上建筑物属于高层建筑，若发生火警，恐惊有5大灾害特性，包括乌烟、真侪人较无好疏散，地面救助困难，加上力量累积形成高温高热环境，水线准备难度增悬，增加求救困难。火场拢是乌烟，未来用静音系统会当降低消防人员伤亡。要先确定火场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住户需要马上救援。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比较科技化的方式呢，来减缓火灾所产生的后续的影响。那分推车根据消防署基础各管区，依照城市特性甲地理位置差别，买消防分推车管道也有无同。因应爱照民间的力量，这摆救灾的出动至加5000班，180栋吊车甲现场。大概今年11月底，会来全台湾最高的雨季消防车，大概有109只高，长期住在新竹县是帮忙。6都这一县市大概会去买到比较高楼层的营地车，完全靠营地车是不是很好的方式？当时在消防设计的时候，自动杀害设备，只要发生火灾就自己把整个火都扑灭，到时候没有办法，还是要上去。高层火灾救援无简单，新竹消防局呼吁民众平常爱关掉楼梯间安全门，才会当预防火灾乌烟。若万一火势甲乌烟伤大，爱将大门帮门关好，用伞置伫门旁，避伫安全的所在，等待救援。记者综合报道。经过判断，这2个消防人员可能就是救灾的时阵，这空气感用甲大底，才会出意外来过往。台北市消防局是表示讲，这空气感使用时间甲个人的心肺功能是有关系。这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建议讲，要强化救灾方式，甲空气感的管理，才会当来降低风险。空气感经无声音弹提醒消防员，感内底空气量在50巴以下。26深夜新竹市大楼火灾，2个消防员空气感空气用真心亡，引发社会关心。台北市消防局讲，以火场的长度工作为例，一般一支气感爱有250巴以上，用15到20分钟警报就会弹落。我们要预留一定的空气量。所以说我们进去是花了100巴，那我们就要预估回来的时候，势必得要回来有100巴以上的气量来做评估。当达到3下警报已经是最不得已的时候。王田警讲，以平均数字来看，单独工作之下，空气感若是警报弹剩50巴，可能会使再用5到10分钟。不过爱看个人身体的状况，所以训练时会建立个人平常时的数据，帮助消防员入火场时能更加好管控空气感的使用。我们平常有做空气呼吸器的训练，你自己的体能跟你自己的耗气量，你自己能把握的话，你进火场你的安全就可以自己去掌控。
有近5年来，全国至少10名消防员拍火时殉职，其中中华交友大楼甲新竹市即摆火灾拢疑似是消防员伫搜查任命时，空气干用真力离难。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建议，强化救灾方式加空气干管理的共识原则，可帮降低救援风险。气瓶的我们叫空气管理这个3分法的部分是没有一个共识的，救灾连个最基础打底的那个原则都会因为个体的指挥官甚至不同的县市的状况不同而有高低差距之分。王庭警告消防员入去火场拢有3层安全的机制，头一层是小组火盘中间互相支援，第2层是其他小组协助支援，第3层是出动 RIT 紧急救援小组救人，而且消防员拢有扎这救命器，唔会使家己拍开发出声音来救。那消防员伫工作所在一段时间无线电动，救命器也家己弹，避免消防员拄到危急状况无得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花莲第一档的影响，苏花公路是逐工会开放3个时段互人通过，也毋过在暗时7点到早起6点是会来管制。有一个查甫人伊是硬要过，佮举即个电击器来恐吓管制人员，落尾是总算互警方甲抓到。另外，伫苏花公路164.5公里的所在，是因为山区落大雨，昨也发生水泵线意外。刚失去迄条苏花公路的总德管制站前，来一台小客车管制人员上前通知已经过通行时间，也毋过查甫人却一直挖进管制人员，后来也家己拍开闸门，驶车过路。原来迄当时查甫人摕电击器恐吓，逼管制人员放行。管制人员，那个招来，个招来，个招来！昨天他也是大概这个时间从这里冲过。日落暗8点外，姓刘查甫人伫南边的总德管制站表示要上北，也毋过已经过暗时7点的开放时间，想袂到伊提出电击器恐吓内容。警方后来伫北边林水饭坑北口将姓刘查甫人抓落来，也将伊送办。该车驾驶便拿出电击器，并试图逼近、恐吓管制人员，逼迫管制人员让其通过。警方表示，查甫人有枪炮毒品等前科，伊伫日5暗去花莲岛已经硬弄一摆，日落搁再还。除了以刑法妨害公务恐吓罪移送检方侦办，也要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900至1000罚款。连日落雨，苏花公路164.5公里的所在，离72点外发生土石流。那边的话，我们其实也不晓得说它到底土石堆积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大概应该都是上次04、03有一些比较破碎的部分啦。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它土石流下来的部分，我们就是立即清理这样。南无干部段表示，经过当期旧厂通了后，已经恢复通车。经过地动了后，当地土石也是真无稳定。目前规划到5月底进前，台九线林水饭坑北口到总德管制站之间，逐工维持6至8点，中昼12点到下昼1点，尾暗5至7点这3个通行时段。暗时7点了后，会有警先封闭，提示驾驶人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安平有一间顾婴仔中心，有家长是出面来指控有无妥当的照顾。社会局去查了后，是下令停业3个月，涉案4个人拢罚6万块。也毋过，伫5月27的时阵，所有另外一名家长来တင်情，讲这桩案件是假的，业者根本就无安尼做。也那台南市政府是讲，在调查了后，确实是有无妥当的行为，所以处罚结果是袂改变的。没有经过我们家的同意，随便放上去，然后在旁边加注文字，都不是属实的文字。真侪家长来台南市议会တင်情，控诉顶礼拜公开台南某一个托婴中心对幼儿无适当照顾的林彦竹议员讲的不是事实。月子中心护士也有教过怎么拍背，我们看是合理的范围。溃烂的原因并不是中心造成的，是小朋友那个肠胃炎所造成。他没有查证属实，就随便拿到一个照片，那就随便去做质询。是因为有家长甲面台တင်情，囡仔好亲像互人不当照顾，要互囡仔拍下线伤大力，统一时间换尿珠啊，滴出真侪囡仔尿珠啊到。按过早起来တင်情的家长认为，照顾者拍的姿势正确，要家长讲家己囡仔尿珠啊到是当胃炎，唔是无换尿珠啊。这个市政府采
开除停办3个月无根据，马棒调讲要告林彦竹议员。是依据我们所收集到的确实的证据，然后也有我们同仁监看监视录影画面之后，发现这个托运中心的确没有妥适的照顾幼儿的一些措施以及安全环境。市政府社会局讲，当然经过调查比对证据，确认托婴中心确实有不当照顾的事实，目前裁处结果未变动，一直1个月内协助受影响的家长转托。后续若是家长有新事情，也欢迎提供给市政府调查。我在为这一些没办法表达的这些孩子发声。他用告我去告啊！林彦竹回应，议会这阵所在拢是定情家长提供，嘛有事先通知过用途，搁请对方签名同意。公布这件代志是为了捍卫婴幼儿的托育环境，家己认为无问题。若是家长想要告，就去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100栋历史，阁是市定古迹的台南大菜市，因为改建工程，所以地区这店家拢爱刷位。业者是惊这饲草会散去，所以就去说附近的货柜厝。即马地主伫7月底就要甲讨回去。市政府是按算要甲遮的单位刷去到西门，也毋过煞有真侪人来反对，认为遐的排水系统无啥好，所以无法度来应付卖遮的人。弥撒好交上了，香港公的变食意面，侪观光客真兴趣味。这是本家伫台南大菜市，也就是西门市场的百年米档。因为改建工程，即卖是做边仔的货柜厝继续做生意。不过个地主7月底要讨回去，店家怨叹讲，市府本来等一档要通互因搬回去市场内，煞无照好照行。即阵煞叫因刷去西门浅草，因认为遐无符合做生意的规格。我也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可能之后会吃不到。生意都还蛮不错的。那如果搬的话，就客人要重新再看说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又要重新找。这架是一定爱3碗斗咧洗，里面的水看爱因也同时封掉。刚才你所看到排水走会离吗？不是我们登记。如果伊的建筑甲伊种种设备达到我们的要求，免伊来讲，阮一定入去。市府会去浅草这的店面是烦恼古迹修复工程，影响到店家。即阵有9成的店面是空的，有4个单位互人占掉咧。市府回应5月底强制要求因搬耍，驻地会委员毋望老店家到时拢通搬来遮，带动整个发展。不过业者因烦恼搬来搬去会影响生意，嘛指控排水系统无做好势。市场处这边也会做一个检视，如果说的确有需要做一些改善的话，我们也会进行修缮的动作。在这里也做17年了，目前是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当时设计这里就是为了要安置所有市场来的，那他们的规划应该就有一定的考量了。大菜市改建工程按算8月底完工，店家刷位的问题要安怎办？市场处表示，工程完成后会开说明会，参大家参详做讨论。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台北的霞海城隍庙是大稻埕真重要的信仰中心。今年这文化节的活动是对6月初1开始办到月底。除了有庆祝城隍爷的圣诞，也要透过活动甲导览，带大家做伙来踅大稻埕，来了解在地文化。歌手以一条南管调的苏军塔来做今年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记者会的开场表演。台北霞海城隍庙是大稻埕真重要的信仰中心。古早话讲3月小妈祖，5月迎城隍，代表讲这是当地非常重要的庆典。也拿今年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拍算自6月开始。重头戏呢，6月。这个18号，农历的5月13，迎新红哈。那这一次呢，还是由我们在地的很多的宣社，包括像保安社、临安社、双联社、明光月社等等的，都会一起来来做这个暗访也好，还有日巡来做这个迎老雷的部分。今年台北霞海城隍文化节也结合台北建成140年，除了有歌戏和北管现场表演，嘛有结合无共语言族群的音乐会做伙来甲城隍爷做生日。另外今年有请知名的大稻埕服装设计师，结合龙年海岛和英雄等等的概念来为城隍爷做新衫。因为老爷也要跟着年轻人接轨，所以我们就做了连帽的帽 T， 然后也运用了就是
永续时尚的这个宝特纱的布料来做数位樱花，然后老爷也是渡海来台，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海洋的一些概念呢，就放在这个我们的整个底图里面。今年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自6月初1办到月底，除了有迎城隍的民俗科技，也有甲大稻埕在地的店家共同规划等风节特点，要透过各种活动展览和导览，带大家来踅大稻埕了解在地文化。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今仔日是世界月经日，在推动月经平权的组织小红帽，因这几冬来拢会送一寡生理用品来帮助经济困难的少年查某囡仔。因也拍拼要用各种方式来改变社会的观念，希望讲会当来消除月经污名化的现象。甲适合无共流量使用的生理用品分类，再搁对照名单详细装袋啊装箱，远远望去超过100地的小红阿嬷要行去全台湾超过70个机构。因已经成立4年外，是台湾头一个推撒月经议题的非营利组织小红帽。每2个月会进行一届包装小红阿嬷的行动。我是学芭蕾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女性比较多，所以就多了解、多关心一下女性。听到很多关于月经的议题，但是还想要更深入了解。个人是没有碰过卫生棉不够用的状况，但是后来发现有这样一群人是，没办法享受我理所当然的幸福，接触那些可能有点彷徨茫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经期痛苦的人。实际伫做的过程，至今更加了解月经散赤，进一步会当同理，并为家己开始影响身边的人。当时小红帽原来有主动展开更较侪甲社会对话机会。就算你有经期了，你还是可以拿香拜拜啊，你还是可以入庙的。小红帽透过多元管道甲媒介，希望会当消除月经较垃圾的想法，互女性生理期袂阁是大家无想要讲的话题，是会当公开讨论的重要议题。另外，小红帽嘛伫校园推广月经教育的教材，佮协助教育部推撒优先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的政策。高中以下的校园为2023年8月开始，定点提供免费的生理用品。真的紧急需要生理用品的时候，可以不用这么担心。从小我们就建立一个对于月经的正向概念，这些污名啊，或者是歧视，也就相应的不会产生。免费的生理用品跟物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步，后面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小红帽创办人林美讲，还佫有将一代志爱做，不过嘛表示最后的目标是希望有一天世界无佫需要小红帽，伫各方面拢会当实践月经平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园的三杯国小，因为是有较晚渔港，学校有推动帆船，也佫有骑船的课程。为着要让这学生会当熟悉操作帆船的感觉，所以教练是来模拟水面的情景，让学生会当练习技术。伫冠峰的游泳池内面，学生坐伫 OP 帆船顶，等咧练习要安怎操作帆船。另外一叠学生是练习要安怎骑伫沙波板顶头，看起来是真趣味。三杯国小的教练这学期设计这款伫路上行船的课程，让学生也袂去海边驶船进前，会当先是驶伫海上的感觉。学生拢讲，先伫路上模拟伫水面驶帆船是较袂惊吓。让我们现在的路上先练习一下，习惯了再下海，就会比较不会怕。咱着做这物件，就会感觉原来有这个东西，就会让我们想要探索更多。线尾国小因为挖近渔港，学校伫3档经常推设海洋教育的课程，学生拢爱学驶帆船。初级的课程原本教练是将帆船装咧哪，让学生练习。即马是将 OP 帆船甲沙波板放入去有加水的室内游泳池，学生通先练习平衡，嘛较安全。用游泳池的方式，互囡仔建构迄个情境，互伊感觉我即马就是就怎啊操作会使啊，所以伫咧水面上感觉是如何，会当互我的船啊。以我的方向来行。校长表示讲，学校边仔的线尾渔港，因为目前无渔船的出入，真适合做海洋运动吹哨。望透过海洋的课程，互囡仔有接受挑战的勇气，同时嘛爱认同家乡，有保护海洋的理念。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西班牙拍tennis的选手纳达尔电定为林变休。
日本古典的歌舞剧铃剧是联合国的无形文化遗产。虽然讲无限制演员的性别，也毋过主要拢是以查甫的为主。即阵啊，这女性的演员是愈来愈多，甚至佮演出经典戏出，要来拍破性别阻碍。得到评价声台顶的连剧演员开始照着剧本伫咧排练，不过详细看舞台顶的演员差不多拢是女性。受到江户时代幕府将军的赞助，连剧文化发展愈来愈繁荣。不过也因为迄当阵的政府规定，女性是禁止上舞台。虽然19世纪末改读这项禁令，女性演员也是真罕见。大部分拢是老爸传给后生，一代一代传落去，也互女性演员无机会上舞台。何度も舞台の上に立って経験を積んでだんだん上達す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なかなかその上達するその機会が与えられないので、そこでこうやっぱり落差が生まれちゃうっていう感じで、それで悪循環なのかなと。在导师金春康明讨论并且鼓励之下，波奇真由子开始筹划以女性演员甲音乐家为主的演出，并且经连续正有名的戏《到城市》作为因第一部戏。这出戏是咧讲一个互人偏激的女性，心内万分想要保护，观众的评价也袂歹。女性としては嬉しいこと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でね、コンパルさんが初めてそういったことにもね、ちっちゃい流派ですけど挑戦されるってことなので、はい、今日はとても楽しみに来ました。不过自古以来，连剧内面的配角，一个故事讲解的旁白描述，拢是男性，所以这边的演出依然有少数几位男性的演员参加。而这也是连剧的历史上真罕见的有这么侪连剧的女性演员甲音乐家第一遍共台演出同一出戏。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改变。我经济重大发展，公司新闻公文编译。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2度到26度，中部地区23度到30度，南部地区是27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外岛地区21度到29度。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